各位观众，一部有200多年历史的长篇台词《真治塔》，我是郭子书，也是一部好的老师。前书有90多万字，那当中创字有15000句，所以大家才晓得叫创杀真治塔。由于这部书的产生，但是流派的缺点那个故事里向很多，所以我们今朝呢，我们要请观众欣赏这部老书当中的经典唱头。我们呢，让老听众在极短的时间里向听过一部长篇台词《真治塔》。但是真治塔呢，产生了明朝万历年间，主人公方钦、方子文，那个阿爹当朝宰相也吏部天官，娘方太太二品夫人，在那43个年浪向大武临队，就是继承了皇帝命让抽走一本，是方相要有谋反之心。皇帝听信谗言，不理草稿。努力的方相府勾出来，扫地出门，驶到坟堂里向去。上家坟堂呢，就是坟墓门前造几间房子，当做相府里向的坟堂，房子造得蛮多的。拿不到坟堂里向，不晓得500几年，老乡要得知吏部天官相继而亡。当中光，方太太娘儿子2家头蹲了坟堂里向，方太太放书织布。教子读书，方钦蛮争气，12岁考取虽然不容易啊！正了该个辰光，大武领队得一来着，来一个相府之友是继承的后代叫龙坤，一座坐下来，方格里向围一只昂昂来了。哎呀，这只昂昂要气他哩个，摘草不是根，逢春必发青，那么不里想出来，还方钦来。是的，到太平庄头300年头分量不高过，啥叫分量呢？现在讲起来就是350年头的地价才不高，一定要高。要计划收入，大概要几千两银子。方太太哪拿得出？急得不得了，关照儿子到襄阳，姑父姑娘不去投亲，好去家地同地。不晓得9个初九，湖南同生到12个里向到襄阳，那要上1个多月的了。哎呀，所见老法呀，人不飞机，人不火车的，谁看手人工有的呀？到12个里向嘛，巧不过着，西桥陈御史老大人50岁生日，到前门把个佣人赶出来，恰在西桥黄本老佣人口径，那么拿个小东家领导来上去见陈夫人，手里出去到前厅，不晓得陈夫人看见自家儿子们喷上人一起。为啥身上像个衣裳4个补丁，衣衫褴褛，面目凄凉，来抬你个队伍啊！是的，儿子，你上府这副来，安副来，西桥今朝功夫50岁生日，我是宾客纷纷，你来着？抬我抬小事体啊，抬来功夫抬，啥？衣裳脱下来下脱，不来几十里路，大量的佣人出后油门，再从前门进来。方钦说：“他姑娘，我刚刚前门去过呀，是喊我胡子行队再找前门啊！我又不是唱戏，我不我。十里姑娘妈妈一说什么？喊来我衣裳不我，怎么来上？带我追，追啊！好，方钦跟对，是他姑娘，既然来口不起，我喊我追，我方钦追，我将来方钦要不回来。”我来到一定要组织过来，我再到紫薇堂来绑队来姑娘。神父你们结婚啊？是他穷居啊，穷居。你将来做官到此地，谁来不个心不我？做姑娘要有什么人说到10里上庭，再来10里路，进来吃3杯酒。那么方钦说他姑娘，这个3杯酒我一定要确定的在，不就是来醉醉。不晓得你刚刚醉呀。身材我小叫身边边，下头叫蔡姑娘，西桥阿拉下头，都是这个小事。
要求回到楼浪向去，告小娇十样多。小娇一听嘛，哎呀娘，你哪好这样样子呢？你省格里向北方格里哪有今朝一日？表弟现在来来孤立同生，你哪对都是放假？但是现在哪办法呢？呀，听到了有朋友，我500个兄弟，是吧？所以我自家去负荆请罪，所以马上关照我的彩备，来快点到花园里向去旅日访亲。今朝电视台台搿期节目8年首唱甄子丹，要我来唱，而且唱甄子丹第一档片子。搿张唱片呢，翻开脚本，第一句就是个唱词。小辰光读没读的，唱至60年甄子丹，台上从来分唱过，今朝还是第一趟，唱得忘记脱了他们，听众原谅，现在听听。反清所能功名谁？他是牛做书人，傻傻为家人设立，上林闺美隐隐之罪精神。他不少，我要谋求替你落三昧不生命，永不上门来。蔡明说的话说，不几句闲话随侬放清乱子下来。不过心里有什么讲？各位放假读书要是关心时间，即使乱，也只能够乱一些些。现在么呢，只有侬小家去青蛙大楼，那么神采我花大楼，大陆秋定基地相会。两家头讲这两句客气闲话，就说放清说我要追着，手浪浪等我这呀。才知小家的心思，再好侬放清留下来，让你不牙见上一面。但是放清不肯，眼泪也没啥意思。不过心里有数嘛，今朝表弟到该得来千里迢迢是来家同地的，屋里向肯定忙着急难的事体，随着讲走去吧，跟哪来塞呢？是吧？让我来自助礼吧。不过刚刚娘对你一番虽说，随着讲我银子送不离，随便哪不肯侬。一转年头嘛，现在推说自家到楼浪向去写一封信给了全娘，说表弟啊，你再等一下。
那么些家惠州大队，我催入传家之宝真知把他，把这4根金钿放了压地行李箱，收地信送给了方清。这个人家一那个土财啊，带出去把了全娘上心，还是我一片相信。方清没办法，只能够收下来。现在送不送他，实在是不放心。到底是真知把他假日离人，那个把高地信，这距离实在太远这样。假使别地方当心，得他这么难弄法的，所以你玩规则是规则，谁是不放心，这样高地信。哟，一定是姐姐。放进这样子，李亚芬，回来，多大忙这门子？一定随便了。请姐姐放心居住，一定看上去还不我觉了。美最可中女山一女，好事双女我都认，给的心大地有女神。姐姐，别个一把低手罢了，何如姐姐如此叮嘱？总之一句，小弟一路之上小心，再加旅行，旅行再加小心，请姐姐放心。一定归家就让公事奔，康家总是一滴心听子半日头高低心，杀伤的来上一滴心，做着伤心悦耳，浑身舒服。不是一滴心吧？哈哈，一滴心，一滴心。一定啦。一滴了开始嘛，也是高低心结束。那么遇得来高低心，还是我高低心？让我说光，让你唔少说。姐姐，不要讲了，小弟明白了，可是把高低心不可不虑，甚可是我谢谢面孔啊，我们一个儿非女亲，是不吃真知他一个儿谁得上去可以听
我记得韦后英老先生跟我讲过一句闲话，你是解放前后呀，平台叫有军事党政治塔，那两三亿是大小码头演出，大家有口饭吃，大家有份生意，说明了政治塔这个魅力，也说明了政治塔辣观众心里向这个地位。据说啊，苏州两位上牛在加过工，修改过。哪两位上牛嘛？一位是红军红上牛，还一位是陆仁祥陆上牛。红陆两位上牛加工过政治他们，可听上是不听不议，而且朗朗上口。来听讲起来，陆千定神探陈彩公现在唱这一段叮嘱高低性就好，而且文学性很强。李不是把编剧嘛是个一句到底。高低性一路也旅人不是的，你里向的内容啊，但是你后头的点题才联系起来。那比方说，荒城雨露面泥泽，一滴风沙爱起身。高低性早晚也旅人，你把早晚两个字，那还有，比方说，上庭不可多待国。灵应见地也分明，高低性大气也旅人。你才是地，这个上帝两句的地，所以分析性很强，所以老听众特别欢喜听。上头叮嘱高低性塑造了两个人物，神采我小瞧吧，实在不大放心。放清一分大桩事体，漫不经心，杀人一对马的。所以听上了为为负重。那么神采我现在下来，那个目的不是要神他，而是要律师放清，律不了没办法再神他。但是神他以后，你心里想不放心。所以关照彩萍彩姑娘啊，上来几个说来个，沈于是得了这个消息，气得不得了。老高兴啊，你是这个样子的人啊！俺说有难处是个寻上门来啊，你努力干脆啊！只要你身边不晓得半路阿狗来了，啊，你很多个性格，伢子两只拳头要奔进去，那里拼命把他往本拉了，说过了呀，你稍微想一想，啊，平平气，顾太太是15卡，你辣爱达府里向，就辣里向，随时随地可以顾到里向，那里评理。但是我小东家发现你是韩卡，把有子人家幸福了，生于是低低的，那么两匹马，七八门人到居松亭，再了放晴，再了是放晴，姥姥心里想感慨万千。大家想头分开送你，今朝来了皇家衙里见面，口口的放晴，出了都一表人才，叫他人欢喜。看得出风尘仆仆，满面愁容，非常疲惫，应该努力的留下来的呀。所以沈于是当然是实际的要当门，你当年来，当年谁要追？为啥个道理呢？我听说的古日相亲呀，用得不欢而散。就是姑娘呢，来讲讲看。张青哥哥我很难讲，讲姑娘不好不够。高调面上不能讲，那么讲姑娘蛮好不牛，那么你个闲话哪讲我发现？相公某大人是。他是后起居，是黑。因为谁理我房子分，理我衣冠后落土，恨我志气不能生。以我
家几山为神。唯一人言人语人面目，小体面不履身，训斥同志力气轻。不给人纵容弟子欺瞒我，种种语言我既不亲。是我是千位发明尽封我分，是我是非你永不自然口的命。是人莫杀不透你身良心，一给水里流水分。我分不碎，问不尽，大将来永奉神水大将军。于是我暂不大为不灵，奉狗让做愚人，一股骆驼上门庭，以下身家富贵宾。我中姑娘莫与你哈亲近，一人我方称并出国，始终不若知亲能近。我非常虽说轻易的，后续轻易是此言，其人面目不开冤。你但是珍视他，到别个集中一珍视他，但是有不同。别个西一珍视他呢，开场总归是方清初见姑娘，你平台珍视他了，但是这个前几个啊，切切个，那么缺太多了，不缺。哈不像就哈不像那个了，远不。个人讲前几个的情况了，根据你的观察，根据你的社会讲些立场看法，个人讲些不同，是讲些比各种各样，反比不离其中呢，姑娘是当然有的讲得轻，有的讲得重，所以你个头前几个呢，那整个张是他的是不个。也生于四大之王本，两匹马再到九松门廊打对方清，听方清讲5个番说话，生于是听得出。因为我来讲些市里姑娘说话当中，为首是轻的，但刚才蔡文讲的有所不同。不过来已经气得不得了，人忙背一娘。来，你当心点！你不是在屋里受了当时开背了，现在受了九松人16子凳子了。
有点不可怖。那让武器假使把这一个丢下去，跟于是也别开火于是，幸亏王妃深水一浪，啊，顾老爷，后无靠开之时呀！神里听见个句说一顿，王妃个句说对，有点不可。那为啥讲口子是？对王本忙，王本两只眼睛往对些东家口，那让我可怜呀！神公再对方情茫茫，哟，叫海上好，方情美情莫须，步步都真。十个那个天气，这里隔海情，应该没让的意思。傲骨伶俐，可个小伙子，人灯样开出来的口语之气，四三神龙，神医生的在真不虽然，啥样好小奴，王本还有个意思，夫妻故里，方家对我恩。我还应该报，所以神公随我自家能终身配不了帮亲。那么从这来法，配亲要父母之命，没着事业，不爱。因为方家和神家三当之亲，男之人最神于是这样一个，口足1/3，根本美人嘛，他的居松人啊，居之终日。是后来年间陈康人这个上手中，真是名声古迹。老法有个人话，叫张国为美，知不离因，所以叫居松林做美人。神功大智王本为道无力，越想越气，来考试难考实干。听方清刚才说，跟蔡平刚才讲。晓得了，高小身边有屋里叫崔子，老实上地名是那意思，格里地营的。为啥呢？沈夫人身边4个屋里，听听蛮好听。千金、和玉、崔子、东北、千天的千，知字的知，下字的浪蛮好看，挂了直播上讲就不大好听。崔子。在个讲个人直播吃月，随侬崔子教导吉清堂，那么崔子啊，你领清爽呀，领错成女人，晚一上中举，时一上中举，听得神是个后，嘎啦啦抽起来，所以关照官考部当崔子，崔子好当，那个了考试慢慢人并不是就是个屋里。那么神夫人出来要老夫妻相争，嘿呀喂呀！神夫人不走地来带这个屋里看看，来市上做事，两口见来的大妹这里切过自家口上头，这个当中发得厉害，你哪得来这种人呢？哪一个会开眼？喂，呵，喂，真想生儿，李某公子方前放之分。沈夫人想回去通话了，中举啊，各种报纸的报的写出来侪是死人办的，我但是在原来是中规罢了。崔子起来。中举没啥难的，沈医生的狗怪严重。其实呢，今朝我口的，从看上去离不起来了，这还绝了。沈夫人再想背面孔片，做生意，吃在嘴来，来想不干脆。莫非得你打不得起身，今天就要为得打的人。
啊，原是祭他的狗腿所立的经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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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神父一讲今朝好不得，忽然搿句意思了，小姑不该嘛，这样子是晓得，我觉得就是只要是立个狗腿太太那个腿，搿么陈夫人后提起来，心上里，姐，少几天呢？今朝呢生日，吃这个醉了，等些谁也来陪着，是那个好难下去。那相公啊，家里天要是今朝，某内神，一个人生日了，叫某内之己。让老杨来出来个日脚，那这个浪向定定生死规律的辰光，所以一个人自家到生日个日脚了，不知道自家要生日了，是在千机自家让让老呢养出来辰光叫某内之己。家里人的好，车口的山神。那放在万本的西游里，他是就后来房子分我的自己的当然去为情人情。我记他狼狈不开西厢记，今儿我也预防记呀，公子来无意。见我叫他谁对家庭，3、4杯么礼佛一杯，16、17有门个荣誉，进正西衙门只手房间呀，公做神间呀，随我叫他牡丹的房家一车滚。谁知我好心肠，非但我老给飞，非是我姑娘的势利心。但切身的为何为是你老相公？将我什么是你背德忘恩的神背德？到底是我经济上中的来小神，他是你没改变的儿子。哎呦！来走你的寡妇在屋里生个毛改变，我你让生个啊！哼！一见之是二，一见之是三。那然两句做什么？想当初收尽嫂子，虚惊与你反而成的狗样。啊！好像陈夫人在屋里今朝你讲谁让我哎？哦，是我是方清姑娘们xử理的，所以收人个阿三了。好，你当作方神是个穷鬼。我再到京城地上，我见他相貌堂堂，一表神采。我尽把这婆婆的家财送于穷贵之手，你必怎样？我把女儿的终身带给穷贵，你必内有红。
沈御史夫妻两个为之方清大菜一场。那么方清哪里？方清了啦，居松亭啦，势必是沈御史八头狗刚大废人，一大废人的谁往里向收领嘛？哦哟，果然有点头皮我在，我把个拿过来，打开来还是拿出来，还是给了一开嘛，哎呀！这看见下头四根金的，我告为一肉真知不他。方清慌手大怒，怪不得表下王定做事啊规则，各地心也当心，各地心也女人，越来越为于这个贵荣么子来，那么非常高级神采哦，像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功精读，取得一官半职，可以百把来变这样。这样一来嘛，到门寨走来，方清水趁子后头的给到襄阳来，运下这个车子为后头。方清昨日娘刚刚把了姑娘气一气，路浪向嘛偶一偶，现在车子上嘛拦一拦，你想什么那个天气呀？方清为早已割舍了嘿，这样一浪一起，几点点嘛，随之伤病。跟那个出发也好了，哎呀，那伤病哪办法呢？跟哪里到了半路上是发来噻？那么到达无奈，哎呀，这坡里毛病越来越重，哪办？哎，一看前头有只大姑，一看个只大姑叫上天宫，那么就送到上天宫里，巴托个蓝大士那三个之王。那么恰在个蓝大士呢？当初辰光随过方向要的恩惠，听见谢恩公来嘛，当如这在。那么个蓝大士替方清嘛看毛病，不是心心是龙。方清毛病好，方清毛病好，怎么心急要走起的，累在累不了。蓝大士要送，你是非送得个，给他过去随的南阳的，一到南阳的，我接受可以为主去的。那么方清对子八公出上天宫，一路过来，哎，那么真正叫天雨不测风云。刚刚天才没下来，但是雨来会得阴了阴，阴了阴，阴下来非得阴嘛，但是那飘实在，飘嘛，鼻子我没到水。方清想那么难办法，我为主上天宫。哎呀，但是路啊最特是一半是呀，根本不要干噻。我索性往前头走吧，所以方清下定决心，暗暗儿子冒着风雪往南阳的而来。北风萧瑟满天，哎，落日离山西去来，异乡思听上去头，不知何处放下待哟，好大的风息！神奇的居松顶上，一个风，不须一心虚高。恐他你公母起兵死，到来婚姻得说好。
啦。三月美并一所逢，江上红水给春红。姑娘心不挂龙手，公儿寄予飞香风。下次里那样的继续喽，就不见我动。渔翁欲下风，真那个形容光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哟，好冷啊，娘啊！儿在一下黑，今冷水好，我不啦给水冻，娘啦太平长哈啦水啦，哎，真那个些辰光，只看见天空浪向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台胭脂飞过，风神日影，街上有一只狗影，狗灵呆呆落了浪海的。方清香，我现在虽像个只狗的，一直不能相信。哎，让我来起一档歌。他是这个一只狗，一冲到水里，我将来飞黄腾达。他是你为落了浪海头呢，看上去个山水里我往回去的子。哟，一儿啊，一儿。向我人为得中公民水平了。哎，十二计划，话音地落，天上这个一代大雨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两米三姑娘，两点大字的刚分开，这个一张落后一个勾引，马真水里飞上去，放清一口嘛，哈哈。既那一儿是飞黄腾达向西去，芳清泼水下红红，人不旁谁知一根刀。芳清楼阳的些女婿，不晓得距离的人这个曲后叫曲落的呀。两个的一番配对嘛，什么的？还是那方清包裹里向有金的的，真是他家兵器核心，我方清推到了水里向，这样子包裹谁走？那么方清性命有危险着了，为何？谁且不进？哪个总是被云绑的官手，龙宫该打地下人，我方清记得手了，一番交代，被云绑一听，哦，杀敌谁是？太平桥浪向红楼方向府中方高公子方清啊，这是最狠的。为啥？因为此番娘，我出京的辰光回家，路过红楼也去看看你的娘儿子的。干嘛没喊？你跟我到北京去吧。那么方清跟到北京，死了让别府里，呼，可别太是开心啊。为啥？因为别高水子方高的恩惠分班，今朝三恩人来到该到，可是个哈哈叫叫的，把你两个佣人，一个文静，一个福气，偏个梅花书馆让你用功读书。就道理讲，现在已经到这年纪了，等到开出门，我那娘子到该到，娘到母子都有，共享天伦之乐。
人家搞得蛮快，眼睛一眨，已经带至整个半夜。北京的整个城区和南嘛，至少要打开花灯。本前夫妻两个人奉旨东家之命，带着方清出来看灯。灯映月，月映灯，今宵灯月百分明。独独月下灯起醉，在灯中月夜冷。月下不灯灯富贵，灯前上月月金神。月间灯光光烁烁，灯衬月色使人神。玉灯浮月灯一对，玉月浮灯月起亲。今宵灯光月夜里，浮飞上月上灯神。方公子啊，今朝哪忙得了？挨打死在杀个灯，这叫玉小跟读。玉下更多。玉嘛，还是姜太公第5家。非也。那么杀个5年？那你是光复年间归隐士，谁爹将他的儿子领？那么谁是杀个名堂？小内是。夫人必须才是女，元气小人的最美神。赶来在跟内是。大圣立誓跟中居，家民防止家民跟多来在多内是。此狗有2手机子，因无说到太公真。哎呦，今朝哪忙得了？挨打也是死在灯，挨个死在杀个灯。这些风花雪月。风花雪月，风是杀个风家？风内是。
把风筝放，吹碎江东的子弟兵。花呢？花是啥个名堂？花呢是不懂谁在谁样的，爱开中华的光临，西来在西来是孟浩如在冬天生，老百姓没把诗句念。月是啥个名堂讲？是月嘛？那王思都巧是李维基，把月下雕塑的心思听。方清口登大喜三人，不晓得方清啊，前头有一盏灯乃不能看，一看要出大事体的。那么出啥个事体呢？请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来收看《百年收藏真知